31號有節目未有節目，都想一班人睇住270度全景一齊玩住 board game 倒數，可以一齊嚟歡樂跨年倒數夜，秒秒有歡樂，秒秒滿人情，笑住迎新年。31號我哋會由下晝6點玩到凌晨1點，費用全免，只需每人貢獻一份食物或者獎品就可以啦。為咗迎接新一年，今個除夕夜，我哋放低忙碌同壓力，用一份食物、一個笑容、一份人情味，陪伴彼此跨過今年，迎接充滿希望嘅新一年。當晚設有大抽獎環節，獎品非常豐富，為跨年夜加添更加多驚喜同歡樂。食物準則請留意，可接受自製或者外賣食物，食物必須有形象，經過烹調嘅一道菜式，只需一個餸，唔接受即食零食或者小食嘅包裝食品，份量無需太多，適合分享就可以啦，唔俾廚藝高低，只俾心意深淺。期待同大家一齊食住燒，笑住倒數，暖住迎新年。我係 Oneness， 仲有少兩位想一齊倒數就留言俾我幫你報名留位啦。